教育部是啥物卡校啦？安尼写，卡校培音着安尼读，就是帮忙上位者的下骹手人。算校，教育部共款有法度乱写即种字啦。那安尼，数学系统、数字系统如何维持呢？闽南语文字系统如何维持呢？敢讲校目只剩数字，会计人员学的少、学的大是不存在的吗？这简单的道理，大家会使自行思考。这字培音着读校，校目的校，价声校，文音读张，有的口音读张。甲骨文是流声字，如何为甲骨文找出白读音呢？这字就是长的甲骨文，下面有一个大人加一个囡仔，头壳顶生真侪翘起来的长头毛、低头毛，翘就是笑，就是这字的发音。大人和囡仔算袂完的头毛，表示大大细细的繁琐数目。甲骨文教咱这字着读笑，字形是将报省将张省，意思是摊开的数目。另外这字将倍将张省，报等于倍，拢是有价值的物件，所以这两字效共意思啦。爱有数目，才会使做生理，做趁钱的生理嘛。教育部的生理有人要做无？真害！1分5厘，爱算清楚的负责人就是张厘。张厘就是校目管理、校房。古典台语讲的张厘，现代讲的会计师。这字厘将拆、将房、将理，意思是甲内部拆开，搁整理。无甲骨先生愿意安尼教咱，可能这个讲法就要失传啊！你有学起来无？